奉召護醉駕隊，3個男人襲警。小心啲車啊，最緊要啊！俾警方用胡椒噴霧制服嘅2個大漢，要即刻揾清水洗眼。你抄低啦！而家真係唔係突然間攞到隻眼真係。你坐得安全你先，我先上水俾你飲㗎。坐定先。攞水得啦。另一個呢，連續洗咗3次面，先至覺得好啲咋。衝鋒隊帶埋警犬嚟增援。喂！你花錢過去啊！你咪認翻佢咯。佢有權理嘅，你有權理嘅。呢5個大漢都係29歲平治女司機 call 嚟嘅。佢尋日凌晨行到去尖沙咀，佢涉嫌醉駕被捕，竟然即刻斑馬。混亂中，連警員都中招。好啦，同阿男講換褲扣出嚟。救護員即刻俾眼藥水佢洗眼啦。之後同埋另一個擦傷嘅警員一齊送院。個女人揸嗰部 Benz 落地唔夠1年，當時車價要76萬㗎。除咗佢，警方最後仲拉埋涉嫌襲警同妨礙警員執行職務嘅3個男人。